各位有緣人好，歡迎收睇玄機頻道。我哋每次都會由幾位嚟自玄機團隊嘅24節氣同埋9天星嘅老師，為有緣人用奇門遁甲問事嚟解答問題嘅。有緣人記得 subscribe、comment、like 同 share 啦。事不宜遲，去片睇下今期嘅個案分享啦。大家好，我係雨水老師。咁呢位男性嘅緣友就問，同新相識嘅女士表白成功率高唔高呢？好啦，我就開咗個奇門盤。咁呢位男性嘅緣友呢，個日天干為申啦，就落喺乾宮嘅，即係喺左下角嘅位置，都係屬於金嘅。咁睇你呢，你心裏邊呢都幾心急嘅喎，同埋呢都有啲驚，表唔表白好呢？咁又睇下女方落宮呢，就喺對宮啦，喺中間右邊嘅位置都係屬金嘅。咁但係呢，女方呢應該呢就有男朋友或者係伴侶㗎啦。咁你兩個個宮位呢都係有啲相連嘅符號，應該呢都係有啲緣分嘅。如果你現時表白呢，就應該唔係時候啦，或者係現時做住朋友，了解女方多啲，遲些可能係有機會呢。咁你到明年嘅4月或者5月再考慮啦。大家好啊，我係雨水老師。呢位緣友就問，如果被安排新工作團隊合作，會唔會順利呢？好啦，我就開咗個奇門盤。呢位緣友呢，日天干呢為丙，落宮呢係震宮，喺中間左邊嘅位置屬木。咁現時嘅狀態呢係唔差嘅，可惜呢格局裏邊有個叫做火入天羅，表示現時呢好多矛盾啦，是非啊麻煩都好多。都係外在因素影響嘅，咁呢，就睇下事情嘅結果啦。就落乾宮嘅，喺左下角嘅位置屬金，金克住你屬木。宮內呢有個格局呢，就叫做日戊啦、期戊啦。睇嚟呢，事情呢好多唔明確嘅因素啦，好多阻滯，似乎呢就唔係太順利啦。咁呢，我哋要再睇埋呢呢個新合作。落宮咧就喺對宮中間右邊嘅位置屬金，金克木你自己嘅宮位。幸好咧格局裏邊咧有個叫做青龍轉光，可能咧就需要時間上去調整適應啦。如果大家需要更進一步嘅奇門運籌去解決難題，可以直接聯絡玄機客服，了解收費服務詳情。各位有緣人記得留言、讚好、分享同訂閱啦，仲要撳埋個鐘仔喎。我哋下條片見。